蛮扎实的。来看一下，在中间方向安打出现，真的姓高的都超会打来福利的啦！哇，这一支安打带有2分的打点。这一棒看一下，江坤宇跳起来没有机会接到，高孝仪这场比赛2-2。打得蛮强劲的，来考验一下江坤宇这一次有没有机会抓到呢？哎呀，传得太偏了。哦，接的是非常的精彩。把球带到了左半边方向，这个球还在飞，最后是打在了全垒打墙上，安打出现。这场比赛高孝仪真的可以笑整个晚上啊 ！TG 4支安打，而且打在了地上，真的是第5支安打。高孝仪今天笑嗨嗨啊，5支5啊！观众朋友啊，不可思议哦！哇，这就叫什么叫做怎么打怎么有啊！真的跟看西瓜没有两样哦。生涯第1次单场的5支安打，恭喜高孝仪。